我哋想討論嘅咧，阿 Q 亦都好有興趣嘅咧，就係因為梁天琦被 ban 咗，冇得參加呢個選舉，咁啊成為咗好多年輕人嘅偶像啦，係嘛？哇！我想投票俾佢嘅喎，咁佢接受唔到我呢一票啦，咁佢嗰啲票應該去咗邊呢？咁啊新東呢個選舉咧，佢就委託咗呢個青年新政嘅梁頌恆做一個 Plan B。做一個 B 隊咁樣嚇，咁啊佢係願意咧，日本民前同埋梁頌呢個青年新政咧合併，差唔多合併啦，或者係聯手咧同佢哋站台咧，希望喺唔同個區裏邊，包括游蕙禎啊等等嗰啲咧，都能夠得勝。嗱呢件事咧喺非建制派裏邊咧已經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如果你留意網絡啦，你唔留意網絡咧，你睇文匯報最清楚噶啦。係，即係文匯報仲清楚過我哋嘅，因為文匯報有專人咧係監視嘅所有 Facebook 噶嘛。冇錯。即係咁啊？點解咧？就因為咧，就係事緣大家知道咧，即係梁天琦補選嘅時候啦，其實呢個即係葉普成咧，嗱葉普成嘅出現有好過嘅，就係當選第二日，唔係即係個選舉結果第二日啦，第一時間跳出嚟就開呢個葉普成啦，嚇，即係所以你即係睇到即係黃安文呢班的確係即係政治老手啊，就話5區都揾人去選，係咁啊，包括呢新東，咁但係好奇怪就冇啊，即係梁天琦反嚇，咁但係問題咧。喺補選嘅時候裏邊呢，即係原先即係當時仲未發生呢旺角事件之前呢，即係其實黃安文都表咗態嘅，就會係即係按照政治倫理啦，就應該梗係撐呢個泛民嘅候選人啦，楊岳橋啦。不過發生旺角事件之後呢，咁啊即係成個即係姿態改變咗啦，就一定咧支持後生仔啦。梁天琦即係梁天琦。咁所以呢個呢，就成為好似有因於呢個梁天琦啊。不過事實上講真，即係當日呢，即係根據客觀嘅報導咧。旺角事件即係之前嚟講啦，呢個本民前呢，其實就冇咩聲勢嘅，即係擺街檔裏邊都得個3兩檔，因為佢人力物力都唔夠嘅。咁其後咧，呢一個葉普成即係主要係參與之後，公民同埋呢個普羅政治學院幫咗之後咧，就多10幾檔。但係真正動員咗群眾咧，就其實係好多自發嘅群眾，選舉知道啦。係旺角事件之後裏邊咧，唔少大學生啊、中學生好多中學生，即係就係自發組織嘅，就係支持。特別係即係阿梁天琦即係寄一啲即係選舉刊物裏邊咧，俾呢個郵局 ban 咗之後啊，係啦，佢喺街派。咁所以你話真正咧，即係其實嗰次動員嘅力量咧，真係群眾自發力量嚟嘅，即係本土力量啦。咁你話葉普成有冇功勞咧？有，但係其實唔係主流。咁但係而家嚟講啦。佢哋嘅恩怨就出現喎，因為好多呢啲即係葉普成啦，不但止開始攻擊啊，尤其係陳雲啦，攻擊啊，即係梁天琦啊，爭票大，有啲葉普成嘅之前又話佢忘恩負義啊，咁你點解即係唔即係還翻呢個恩啊？係嘛？反而咧就走去多咗呢個即係青年新政咧，咁啊所以呢個咧就係其實明白內中嘅內情裏邊咧，講真我一早都估到㗎嗱。即係佢未取消之前，我都話你唔使咁開心住葉普成，因為最後益嗰個咧已經有部署啦。呢個中央又梗係青年新政啦。梁天琦支持青年新政固然係引起呢個即係葉普成佢哋嘅不滿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人呢，就咁樣去分析件事，就話梁天琦係錯信咗青年新政嘅，因為青年新政一直咧就即係佢個背景咧就好撲朔迷離啊。好多人去懷疑咧，佢個背景有啲問題啊，咁樣咁啊，其中一位咧就喺呢一個獨立媒體寫文章嘅叫小燕嘅佢自己介紹自己就係話替中大50年寫歷史的人啦。咁啊前後咧已經出過2篇文章。咁啊今次咧佢就從青年新政咧就喺呢一個選舉簡介會裏邊，大家知道啦，咪即係有啲人去抗爭啦。梁天琦入去都去講粗口啦，就鬧阿鳳華啦咁樣。咁但係赫然發現呢，就青年新政啦，包括游蕙禎阿梁頌恆佢哋咧就喺度 selfie，咁而且將嗰幅相咧就擺上去 Facebook，游蕙禎後來係道歉嘅。咁佢有個疑問㗎，喂大佬上面都打餐即係打生打死，你喺底下咁鬼開心，就喺度 selfie 嘅，點解你哋發生啲咩事啊？你又話抗爭個噃連梁天琦抗爭你都唔幫手，淨係掛住影相。雖然游蕙禎後來就道歉嘅，咁將幅相讚佢添，即係攞翻落嚟，話自己支持港獨嘅黃，咪讚佢話嗱，你班泛民過去做錯，從來都唔認錯噶嘛，咁人哋幾好啊？呢啲係咪肯認錯啊嘛？咁
呢位小燕呢個講法就話咧，顯然香港嘅民主人權法治對佢哋嚟講咧並非咁重要，佢哋面上嘅喜悅咧已經出賣咗佢哋啦。猶如剛死去至親嘅子女喺靈堂表現得興奮莫名，唔會有人相信呢，佢哋真心愛死者嘅。意思即係分身家啊，自己老豆都好開心。咁但係呢個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咧，小燕呢，亦都提醒曾經講過咧，就講有關於青年新政梁頌恆嘅一啲背景。咁當年呢，佢係做過呢個城大嘅學生會會長㗎。咁話咧係佢承認咧就係話做會長嘅時候係有同中聯辦接觸嚇。不過佢話呢個係學界嘅平常事，唔值得大驚小怪。咁但係小燕就踢爆咗，就話其實梁頌恆嗰個年代，因為梁頌恆今年呢就應該係30歲㗎啦。佢讀大學如果畢業咧，就應該大概22歲咁樣，即係8年前7、8年前啦嚇。咁咧佢曾經寫嗰篇文章係咁講嘅，佢話梁頌恆最離譜嘅咧就係唔係砌詞狡辯拒絕認錯放中聯辦一馬，而係作為一個熟悉學界鬥爭嘅人，公然篡改學運歷史，訛稱港大學生會堅持6·4未平反，決不和中共接觸，要砌最有骨氣嘅中大學生會嘅生豬肉，污蔑佢哋都係有份染紅。其實冇啊，從來係冇同中共任何嘅人接觸嘅。當年嘅中大，當年嘅其他嘅大學，中大因為好反共，企得最硬。反而咧，其實喺呢個89之後咧，即係呢個港大都轉過幾屆，其實係染紅咗㗎。包括譬如咁啱都咁巧，我星期日嗰度食早餐，冤家路窄撞到羅乃強，即係佢個仔咪做咗港大學生會長即係劉正嚇。同埋之後，大家亦都知道，記得4年前呢，呢個梁振英出嚟選嘅時候咧。因為港大染紅系統咧，基本係跟葉國華噶嘛，咁咪踢爆梁振英其實係共產黨咯。咁啊當時大家應該記得4年前咧，港大學生會咧就居然用咗幾十萬去登廣告啊嘛，用30幾萬去登廣告啊，幾闊佬啊真係。而嗰當時嘅即係港大內閣咧，根本就係即係其實係紅底嘅。不過咧就係大家派係唔同啦，即係佢哋呢個係共產黨內部嘅鬥爭。嗱，就小燕呢篇文章裏邊又咁講嘅，佢話一個人呢喺熒光幕前呢都可以指鹿為馬、睜着眼說謊話，私下同別人共事或者合作弄虛作假而被人揭破機會呢更低啦。起飛更容易用不道德不誠實嘅手段耍人整人等等咁樣。咁佢提到就係話當年城大學生會會長梁頌恆同呢個中聯辦接觸，佢話成個學界都係咁噶啦，呢個係一個大話嚟嘅咁嚇，係咪呢？咁佢話奇怪嘅係呢，一向重視公眾形象嘅青年新政一直都冇回應呢一篇曾經踢爆呢個梁頌恆有1400個 like 喺網上呢篇文章，冇回應過。佢話如果梁頌恆冇講大話嘅話，點解唔盡早澄清？唔澄清就等於默認。點解當時要講大話呢？謊言被踢爆，梁頌恆又點解唔向公眾道歉呢？咁嗱，一直佢就講呢個佢認為好重要嘅一點啦嚇。青年新政，根本青年新政本身嘅組織錯信咗佢咧，其實都係即係公眾咧，都好多都會係即係覺得來歷不明嘅。因為點解咧？大家知道舊年呢個區會選舉嘅時候咧，其實雙方咧都特登咧迴避咗雨傘運動呢個議題喎。泛民就驚雨傘運動即係就拖嚟去負面嘢，但係調翻轉咧，反而呢一個建制派就好清楚，因為提雨傘運動係對自己本身不利噶嘛。咁但係好奇怪，選完之後咧，突然之間即係有班後生仔冒起咗啦，咁啊即刻傳媒個個都話佢哋係散兵嘅。咁而嗰啲人咧全部係不見經傳嘅，甚至即係喺長期喺呢個佔領區裏邊咧，無論金鐘或者旺角裏邊咧，都發覺好少見到佢哋嘅蹤影嘅。最多可能見過1-2次啊，唔係總之唔係積極參與所謂雨傘運動嘅分子啦，係嘛？咁但係最近大家亦都知道，早前嚟講啦，就其中一個當選嘅即係嗰個醫生去鄺咩賢啊啫，鄺寶賢啦，就離開咗。特別呢個係發生喺6·4事件即係嗰陣時嘅居民啦，所以喺6·4之後裏邊先至公佈出嚟，就係佢其實大家應該記得6·4嘅時候咧，就係呢個青年新政啊，即係同埋呢班即係本土派另起爐灶啊嘛，咁啊即係似乎係同呢個即係爭議係有啲關係嘅，不過咧就冇公開即係講。鄺寶賢一直冇解釋，冇解釋，不過就離開咗。佢亦都係上一次區長裏邊好似唯一當選嘅青年新政嘅區議員啊嘛，係一位醫生。嗱就我哋講咗咁多獨立媒體呢篇文章啦，咁其實咧就我哋係需要公平啲，係要揾阿梁頌恆做回應，因為呢位作者咧就話梁頌恆從來冇回應對佢嘅指控啊嘛。
係嘛？你揾到啊？嚇，咁就而家都仲未揾到嚇，一路都未揾到，一路都未揾到啊！梁祖堯，即係我哋一翻嚟嘅時候咧，我就叫我哋同事揾佢啦，因為我哋今日講佢啊嘛，咁樣嚇。咁究竟